谢谢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就是有点尴尬，你晓得吧？人多得很，人多得很。行吧，那转过去我就不转了，我就照其他人他转回来了，我再给你看啊。甘孜道府这个道府县体育场，我站一会儿啊哈。这个黑黑的。卓玛是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这儿学习了吗？点点赞，点点赞。大家送免费人气票，谢谢大家。后面是我家伙。到底叫什么名字呀？05是这个姐姐，蓝色衣服的姐姐，在甘孜道府县，甘孜道府县。等一下，有个小朋友挡住了。送的礼物，大家送免费人气票，谢谢大家分享一下直播，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。在甘孜道府人很多，给大家看一下后面啊，看见没有？我慢慢转身了啊，不要说头晕啊。这边来玩来了啊！大家分享一下，有人气票刷刷人气票。好的，好的。没有节拍，这里哪里来的节拍？大家点点赞，点点赞，有免费人气票送人气票，上上人不会跳通宵的。甘孜道府体育场，谢谢分享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不认识他们团队的。再坐一下，这里有个板凳。
是我认识吴佳默，我们今天见过，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有点近视眼。甘孜豆腐馅，甘孜豆腐馅。马上我去做一下吧。我刚刚在后面吧，你们让我到前面来，我到前面吧，你们让我不要对着一个人，那手机镜头就只有这么大，我要怎么拍？而且这里还有个小朋友，不能把小朋友拍到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啊，但是也不能拍到他，不能拍到小朋友。能拍到小朋友，谢谢大家。在甘孜豆腐。小朋友好像在帮他直播，就经常会不小心就进。大家点点赞，人气上一上。有手机支架也不行，手机支架就是固定的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大家。坐在板凳上的，不然怪怪的。对，地方挺大的。谢谢看我送的心动超谢谢。不用谢。播好了就行，不然。对，众口难调。谢谢游客，谢谢大家。你们要不要和他讲话嘛？让他休息一会。这个跳过，我都记得跳过。对，这个环境很好，挺远的。晚上不热，我绕个圈。称糖宝地，谢谢大家分享，家人们免费人气票上一上啊！不是小朋友在直播，我看一下。
你来了啊，我看一下，120，800多，远得很。不认识。弟弟，我们今天在一起玩儿。看，好的，好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对，在给我家木直播。我觉得我少走一点，不然我晃着走。小朋友太多了，我又不敢拍到小朋友。好的，好的。凉快，凉快。他们两个距离有点远，就对着英语老师。啊，得嘞，好的，客官。因为这边小朋友有点多，我害怕有影响。你就站这儿，就这样转，跟着转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不叫小王啊，你们可以叫我小王，不要叫我小王就行了。卓玛他妹妹在结婚，他在帮忙去了吧，好像是。你看嘛，娃娃好多，我都拍不来了。大家刷刷免费人气票啊！刷刷免费人气票，人气掉了。刷刷免费的人气票，家人们。我小王同学，小王，这就是小王同学。王同学。大家刷刷免费人气票，在甘孜道府。小王是汉族还是藏族？我是羌族的。啊？羌族。小王是羌族的啊。谢谢大家送人气票，家人们刷刷人气票，刷刷人气票。哦，好，我这么个站起陪你好一点。每天好像是7点半开跳。啊，离甘孜道府体育场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家人们，免费人气票上上。没有，他刚刚直播的时候，别人在说小王，然后他在问我是哪里的，什么名字。几点下班？还不知道呢，还不知道。今天如果下雨晚的话，对，下雨可能下班的比较晚。谢谢直女服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送人气票。啊，我到这边来，这人太多了。谢谢从家冕王冠，谢谢坤哥。
走啦，人太多了。 直播有时候那个跳得快的时候，我就不讲话，大家录屏啊那种的话比较方便。受不了，我捂不下汗。甘孜豆腐休息。 每天好像是7点半开跳。啊，你甘孜豆腐体育场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家人们，免费人气票上。没有，他刚刚直播的时候，别人在说小王，然后他在问我是哪里的什么民族。 几点下班？还不知道呢，还不知道。今天如果下雨晚的话，对，不下雨可能下班的比较晚。谢谢直女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送人气票。这个我只是拿出来人气票啊！我到这边来，这人太多了。谢宋加冕王冠，谢谢坤哥。 晚上好。
会儿啦，人太多了。直播有时候那个跳得快的时候，我就不讲话，大家录屏啊那种的话比较方便。受不了，我捂下汗。干子豆腐。看一下我们小吴同学的舞姿啊！对，很柔和。有简单的，我学一下啊。你干嘛一直挑三拣四的？你最后不要理，不理。让我说一下。你不是来比的啦？说一下。不让急。啊，你掉皮头了，跳会儿跳都不能了。我也感觉到好难吞。我明明就不会，感觉我好会啊！你这个。哇，这个身材哦，天嘞！TMG 多好，又高，身材又好，而且是脾气很好。他脾气不好，我吗？天天骂我。哦，他脾气很急，跟我们一样的气息。这个现在我些都是好像回头在新编的些，以前那不是老生。感觉他跟我一样的别跟你们那些大师别唱了几年，一个舞都学不好。他们说小王同学在做广播体操，他们说小王同学在做广播体操说。看嘛，你们看一下。广场安逸，好多年，云香也安逸，好多年了。好安逸的，这个坝挺安逸。要是一边跳一边跑个坝。人家到时间了，没人知道，他一公司都要给你放进去下午。他去哪儿？他去跳舞去了。我以为他在跳舞去。
欢迎新进来的朋友点点赞啊！是藏族妇女比赛较高。我不会拍哦。你的任务拍照，我的任务直播，我们两个忙得很。我不会拍照。我们的网红在这里拍照。这个英吉老师在直播的，小王同学呢？你也在直播吗？小王同学跳去了。小王姐学广播体操去了。真的吗？在哪里？我就想看一下，一直没有看到。哪边去了？在哪里？那边对面。一会儿他转过来了，对面。哦哟，他做广播体操去了。是的。因为我觉得无论是这是马尔康，不是马尔康，这是道孚县啊，甘孜州道孚县。不要。小王同学在跳锅庄，现在很准备啊。他转过来的时候，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因为小王同学都是好不好？老师在甘孜州道孚县榆树，是的，这不是境外，不是境外，这是甘孜州道孚县，现在在跳县舞。刚才杨杰老师跳的就是他自己的舞，现在是杨杰老师没有跳了，我在给他直播，他在。我这样给你们看吧。人多得很，帮忙点点赞啊，点点赞。帮忙点点赞，点点赞啊！杨金老师在这几个帅哥后面在学啊，学线舞。对，点点关注啊！乌骚子啊，乌骚子婆家子，甘孜州道孚县。你是谁呀？对，我回来了，我今天回来的。为什么不理粉丝呢？你们平时成都，我们平时在境外啊，境外跳，境外。看看小王同学去跳舞了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小王同学在跳舞。小王同学在下面，你看到了吗？小王同学在那里。这个跳都跳腻了，我已经回答你了，自己要看着。你是拉姆？黄老头，我是拉姆，对，我是拉姆，还不是在解释。啊，我是拉姆。你看我们道孚的几个帅哥美女跳得非常的好啊，然后杨金老师、廖老师、小王同学都在后面啊。你看这几个才是跳得好嘛，对不对？看着都享受。小王不在。好的，拍老师。好的，我正在拍老师啊。那我跟着老师走吗？我要跟着老师走吗？我这样拍可以吗？这是甘孜州道孚县，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！那杨杰老师过去了嘛，然后我要跟他过去了。我到前面去啊，要不然妨碍他们跳舞了。这里过来了啊！
这几个也跳得非常的好。杨杰老师在这里。比今晚人多，那肯定啊！我们道府县唯一的一个广场，人最多的一个广场啊。欣赏一下小王，小王没有，小王在那边没有跳了，他没有跳。你们点赞，你们点赞，我来播，你们点赞啊！你们点赞，我跟着他们走好吗？可以吗？你看这一排都是精英啊，这一排都是帅哥、美女，还有老师，还有我们道府县的帅哥、美女。这样吧，看到了吗？谢谢拉姆斯，不谢不谢，跟上老师辛苦了，不辛苦，只要你们点赞，我就不辛苦啊。这些都是我们道府老家的帅哥美女们啊。老师过来了啊！老师过来了，点赞啊！点赞走起啊！哈哈，他们说没想到拉姆直播还比他们都好使的，那以后我当你的秘书吧！哈哈哈，哈哈。只要跟着转就可以了，好吧？那我跟着转吧。这是哪里？这是道府，这是道府。其实你看，在外面的话，他们就放得开得很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里还有个小美女，跳得非常的好。我跟着转，哎，我觉得有点不好的感觉，是不是？这是道府，这是道府县金头堆啊么金头堆追老师，老师在动，老师在跳舞，我还对追的话，我会翻轿子的，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那你们点赞走一走就可以呀。在道府有什么活动啊？活动多得很，这段时间活动多得很。啊，老师前面的美女也对对对，跳得好得很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道府后花园啊。杨金老师跳得好得很啊！大家看一下啊，都看一下啊！哦，你们几个就这样跳，巴巴适适，我给你们播啊！哎呀，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，这样啊！都是高手，对的，都是高手，而这里还不热。看一下，看一下吴家妈。啊，吴家妈是谁呀？啊，那个美女在里面，好像是。我本人出来了就没人播啊，老大。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好了，你们开心就对啊。你们点赞走一走，帅哥美女跳得很。对我们道府的帅哥美女跳舞非常好看的啊。再加上杨静老师还有廖老师的话，那不白了。武林高手，对，老师来道府县教他们跳舞嘛。哦，这出来露个脸啊！等一下露脸啊！等一下露脸，我露脸了，粉丝就掉了呀。吴家模掉队了，吴家模掉队了，吴家模在里面，吴家模在里面。我去吗？哎呀，我喜欢播你们呀！二胡子有没有来啊？这个我不知道，老大。派老师，好的，派老师，派老师。今晚罗马没有罗马在道府啊，在道府让五嫂过来跳啊。五嫂现在在给他们播啊。啊，我都感冒了，哎呦，回来感冒了，人多得很啊！你看人多得很，我在帮忙播嘛。老师的专业工作就是跳舞嘛？那肯定不是呀，老师也是有自己的工作的啊，而且是有个很好的工作的。那这样对准杨静可以了吗？点赞啊，点赞啊！对不起，我的声音太大了，我不说话了。哎，在这儿，哎呦，他们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呢？
你几个人了？老师举拿错啊，是的，对。谢谢南哥。这样可以吗？豆腐，说多了，人家又听不见音乐了。对，对面的就是杨静老师。那你不看可以不看啊，朋友，你可以不看啊，你可以下。哎呦，好冷呀！不是拉萨，是在道孚，在这里。小王出来了吗？在这里吗？哪个要小王？感觉你或者风，谢谢。哎呦，没人培养我呀。美女的声音有点像卓玛，我不是卓玛，我是拉姆啊，我是拉姆。我的电话，我来了个电话，等一下。哎，杨姐，你来拨一下，我来了个电话，好吗？哎，行不？行。大家点点赞，点免费人气票。谢谢木可墨送的花开烂漫，谢谢。太冷了，我穿的一个厚外套，穿的冬天的外套，然后里面穿了个防晒衣。站好嘛你！哎呦，拍哦，我以为你还在拍照。谢谢大家送礼物。我不会跳的嘛，哦，他又被拖去跳舞了。陆姐，我们走那边去。他去跳舞去了。我带你们看岸。哎呀，站得到远不远，站第二排。哪里去了？哪儿去了他们？谢谢游客送的为你举牌。热得很，热得冒汗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有免费人气票，送免费人气票，人气往上冲一冲。他被别人拖着就走了，不知道跳到几点，应该跳到9点半吧，但是我觉得今天不一定，可能跳的久一点，也有可能9点半准时。谢谢大家送的人气票，谢谢大家，人气往上冲一冲。今天没有下雨，上中间干嘛呀？他又没有在中间。那他们把他拖过去了，咋个他们在最后面呢？哎，走吧，进去吧，没事儿。我是坐到这儿来啊。我坐这儿来。把这个水放在地上，坐这儿来嘛。行。
去了，拉他的人也没有在。拉他的人在后面，但是他没在后面。哎，你们就这样欣赏一会儿。我都想看这个我也来吧。哪2个啊？啊。不冷不热。看会儿露露老师跳吧。显眼的位置，他知道会来找我的。对，这边的比较年轻。老师很有特点，对，谢谢大家。永吉没有跳，他在休息。不好意思，弟弟。哎，陆老师马上到了啊！这后面有个小弟弟。没有啊？没有了。没有了吗？哎呦，跳完了之后有点惨。在哪儿啊？哎呀，我要报，他们要报失踪人口了说。你看。谢谢。看这儿，看这儿，姐。啊？什么了？我说我没找到他在哪里。就是没找到他呀。马上啊！我站起来给你们看。只有这么大一点啊！早点休息哦。他就在广场上，他不会去哪里的。有个小妹妹。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。他手机都在我这里，他怎么可能去买咖啡嘛？他去买咖啡去了吗？怎么可能嘛？手机都在这里。对呀。
动，搞不动。这里没有帅哥啊，只有美女。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，你来找一下。 他们两个带包包没啊？哦，我把他。你们拿包包没啊？没带吗？都没带吗？还要跳不？不跳了，他们散场了。警察都来了。警察来了。哪里人多就在哪里嘛，天天都在那里说。你不是吗？ 那我就直播到这啊，给你啊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的点赞。今天还有吗？应该有啊，应该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啊。走。你往哪走？我以前都认了。戴帽子很像梅朵，就是梅朵呀。梅朵啊，是的。可以合个影不？可以。多。好的。把镜头转过去啊。 等一下。哦，老师的粉丝，哇哦，朵儿也来了，对，怀疑是梅朵，真的是梅朵，好久不见梅朵的，对，梅朵是道府的，朵儿好，对不起，梅朵是道府人，对的，歌颂梅朵也来，对，我也来了。 我们的老师在拍照，跟他的粉丝们。朵儿身材好，好久不见，朵儿，好久不见。好的，拜拜。走了个笑。我镜头转过去了。这是在道府，家人们，我先下播了。然后大家等一会儿再有空的话再给大家播，好不好？我先下，我们现在说会儿话，你一会儿听啊，家人们。拜拜。好的。 等一下，我把镜头转过去啊。哎，朵儿人呢？朵儿在这里。等一下啊，拜，好的，拜拜。那家人们，我下了啊，拜拜。家人们，我先下了，拜拜。